來菜 Q 了客祭談。唔講年喵講，爭講年喵湯，大家好，我係阿錢。乃阿嚕。今日同大家講下啲呢度冇乜用保護好自己嘅東西。其實也沒講冇乜用保護好自己嘅東西啦，因為就看來個新聞，看來個新聞，伊隻細路哥若係伊隻好貴重嘅，伊盒好貴重嘅東西，直接浸入水入去，結果嘅盒入邊嘅東西統統壞晒，浸爛到晒。有乜嘅東西要爛嘅咧？你講。通常咧，你見下人就係有好種中意嘅東西，就會去買來燒。啊，有舊嘅，嗰個東西就是也會有價值，因為嗰年也係好多年會知道嘅有嗰個東西，然後就會賺嚟去燒嘅咯。就好像唔好細看見下有動畫嘅東西，尤其是呢種東西啊，相信大家都係好知道，就係冇遊戲王嘅格。哦。呀。而嘅遊戲王嚟講係見下市面上面見到呢個舊嘅格嚟講，或者係一隻老古董嘅standard 了嘅。雖然真高係差唔多十年咁啦，10幾年咁啦嚇，但係當呢種東西好多年去漲人愛嘅時候咧，嘅價值就好像個爆炸咁，就像股票咁樣，嚇死你。其實嘅事情係咁嘅，呢隻男仔約佢嘅，我結婚咧咁我就係去飲卡食飯咯，就吃完就帶上王家年啊嘛，然後咧我仔嘅變殺而嘅老太。應該係見下1年級，應該6歲人咧七歲啦。我按歲啦。就係按歲啦。有時候咧就係冇想到嘛，因為小哥會吵啊嘛。然後按正經談咗結婚嘅東西，已經做小哥已經唔懂就成，就係作亂咯。然後咧男仔嘅病殺就想講，可能一般啲好嘅印象咯，所以咧就招呼嘅嘅啦，老太去嘅房間了，因男仔也好彩啲，一男仔而家想講可能嘅細路哥也會中意啲個卡通漫畫嗰種東西，那麼而房間要咩就帶下嗰種咯。叫到就要繼續去講去談呢個東西咯，又要準備食嗰種其他東西嘛，冇咪樣講到好似招呼嘅，幫大家庭來嗰種咯。然後咧隔下啲時間，男方。年紀就轉去自己間房間看，真發現到原來魚丸盒最貴嘅東西就浸在嗰啦，用唔係講你講。哇！呢男仔真係，你出隻慘嘅啦，細路哥。伊嗰個細路哥伊同伊講，打唔開啊，要怎麼去咁樣咯？丸盒嗰種咧，少咗啲格嘅東西就能怎麼去？你都會係。你都睇到嘅啦，都已經會煩人哋咯。那會要按厲害嘅年咧，我上到講嗱，嗰種混合東西真係要開啦。他們家開啊！我冇就放嘅先嘛。做乜要做乜咧？最神奇，有啲都係紙嗰啲咯，隔係紙嗰啲，40幾種嗰紙嘅東西，佢個盒又唔係講完全唔透氣嘅呢，要封嘅入水嘅呢，結果中落晒。伊這度隔嘅東西講真啦，就算係極寶貴、極難得都好，就算有叫下錢子有號碼都好，你浸過水爛嘅都冇人家睬你啦，浸埋水都泡嘅啦，係冇？然後咧，鬧得後，這兩家你爭啲鬧得後唔講你。做乜鬧得後點咧？嘢隔係極珍貴。其實咧，日隔咧係咧用見下市場算法嚟講咧。最高係得送到差唔多50-60萬嘅種馬幣。哇！但係其實係最高嘅算法啦，因為本身認為咧，其實冇到50-60萬，但係咧，你得換我30-40萬都係冇問題嘅。看嘢珍貴嘅程度。你還有冇忘記？嘅係在中國嘅事情。你在中國，你要有嗰種嘅收藏品啊。韓國難得嘅呢，你都來算下，你看韓那個男仔見他結婚係20幾歲，28嗰種來算嘅話咧，差唔多10年前去燒最老嘅遊戲王嘅格嚟講咧，在當時咧中國其實也唔係講十分開放過嘅啦，你嗰度日本愛去嘅東西，韓喺台灣愛去嘅叫玩具嘅東西。
我過好多關嘅啦。係要可能好貴咯，一半可能從 original 啊，如果 original 版東西，啊，所以中國我要唔同嘅價錢咧，所以在外國人可能我看起來可能我覺平多少，你未可能睇高嗰頭，但係就係我要嗰種唔同嘅東西咯。同我哋嗰啲差唔多啦，其實我哋嗰啲嘢係人用啊。其實阿度會係算次要，阿度會一格端漫畫通通都算次要。係講我哋前咗吉又唔容易嘅，學手業來。但至少都冇按多刁難嘅事情咯，唔要半夜都去關去作亂咯，呀真係凄慘喎。所以見下咧講真啊，都唔曉啊你哋。有日講唔中啊。係我哋啲啦，家節按教翻嚟咁講，吉啊嘛。對。幾吉啊嘛。係咯，所以就同大家講，嚟到嘅細路哥咧，有時候同要講下，見下貴重嘅東西，唔知喺嗰度撈古董叫花盤啊。叫做啷啷啊，太靠東西啊，已經唔係咁樣啊，分分鐘你一張紙，也係又有可能係你雙彎嘅東西嚇，其實係真係愛留意了嚇。你見下咧，有到年咧，你都也唔會睇個方式咩本細路過去同你啲東西，就算係學對象，就像頭先啲啦，事情咧一試做嘅樣嘢。明明我結婚咧，我就係樓梯，也唔可以按方式咩去半夜去通。就算我通到後，你也稍微看下儀下，同講醫生要買嘅樣，唔可以亂通下嘅樣嚇。同咗講醫生冇買嘅，總之細路哥雖然有時候係好難去過，係去理到，但係你同佢講話，總之要多多少少一行咧會疼嘅啦。所以咧，其他咧也都至少出看嚟嘅新聞啊，都一知道嘅東西咯。也唔好事後再來講，哎呀，記得男主我去騙拿鐳去騙啦，冇再去俾沙本兒按多鐳買，其實有時候好難看啦，遇到你就係東西啦。但係啊，你感覺到真正咧，因為新聞也冇辦法寫好多好真實嘅事情啊嘛，所以咧，下度愛學到嘅出去嘅東西啦，愛顧好其他東西啊，就是最好嘅啦。搞笑下。其實呢個事情咧，看人家要留言咧，有時候我感覺到好笑，因為但講啲啦，你留言其實你買留言，見他講下留言喺度嚇，你看下留言嘅東西，有時候因為人家唔懂故事、唔懂嘅事情咧，就會寫啲都奇怪怪嘅想法落去嘛。就像我頭先講嘅其中一樣嘢叫認為講喺南方嘅病，我騙啲外方嘅病咧類啦嚇。但係其實係咁啊，也冇必要上得按買啦。好像變成好像嗰條偵探啊，查案咯。偵探查案咯。其實咧，當時人家行咧事啊，哎呀，佢那事嘛太難聽。又要細路哥，哇，哪會曉按要天賦咧？哪會曉上到講那字一針水就可以咧，到要合要話真係。其實講說其實好神奇，你本來覺得。你那千摸摸那方法，你開嗰笪相，做乜可能嚴重啲嘢壓字教會幾多堂仔，好難講噶喎。其實咧又係要嘅可能，不過可惜啦，係看你幾啊禮拜嘅啦，喺新聞，主要冇試下到後續到底係冇買了，但係係咁個阿魯講嘅又係要嘅可能。腦嘢中嘢東西。係咯，即係他就咁話唔講啲。哎呦！哎呦，那開唔到嗎？就這麼其實也好唔中。這個的。OK 啦，然後就講下咁先啦。好啦。拜拜，再看下買事情再同你分享嘅咁啦。好啦，OK，拜拜。再陣係樣東西。首先大家都要看 Matrix 係冇？好像差唔多要首先呢是第三年咧，老年大了也要看，話嘅當時真出名喎，主角真係靚仔係冇？呢一年要出主角真係樣。也係 Matrix 啊？也係 Matrix，呀，真係厲害。呢一年應該就會有trailer就看到了。哇！好，那就來 react 嘢，我就來做嘢反應。你講真啊，我拿來講係因為咧當時而出場一樣嗰時都差唔多40幾歲了咯，主角。但係你看樣啊，靚到見下你看你哇靚仔，就算慢慢胡鬚都係咧哇，嗰種30歲2年咧，但係見下咧佢樣咧而家係慢慢胡鬚嘅，厲害。而家好靚仔。係咯。嘅啦，真係啦，拜拜。仲要發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。係啦，真係多謝各位。
又在看晒了，好，多谢多谢。然然後我喺發啲留言同阿 boy comment。試下呢都試下唔是你嘅上來就得啊，唔放你嘅上來落來。放你啊，寫晒落嚟，乜雞都寫啦，到乜雞都 comment。係啦，好啦，拜拜。